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10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9节到23节。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18节。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甲主同在。伫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，的经文基本上是遮个犹太人、法利赛人咧讲禁食的代志。当然，咱知影因咧抱怨埋怨耶稣的学生无禁食，因为因甲约翰的学生咧禁食。但是为什么咧讲禁食的代志了后，耶稣要用神农来做譬如呢？神农伫遮用来譬如是耶稣基督本身，也是咱讲上帝啦吼。伫咱前几工昨日有讲到，摩西甲遮个济以色列的领袖遮个牛人，因安尼真惊吓上了即个上帝的山，就是西奈山去见上帝的时阵，上帝甲因三角见面。圣经安尼甲咱讲，上帝并无伤害因，毋但安尼，伫出来记的经文佫甲咱讲，因伫遐佫食佫啉。即个甲今仔日耶稣伫讲的有真重要的关系，真重要的关系。耶稣基督用神农做譬如，讲着佫食佫啉，毋是用迄个假仙的禁食来做模样，因为迄已经变成做以色列即个民族的文化，毋是信仰。为什么是甲上帝做伙着爱食？为什么毋是禁食？耶稣基督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，以及会通讲是答案啦吼。到底什么时阵是要爱佫食佫啉呢？伫圣经甲咱讲，咱见着上帝的时阵，咱着爱佫食佫啉，因为迄个上帝呢是赏赐咱每日啉食的上帝。亲像主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主祷文内底，也有安尼的感谢甲祈祷。伊咧讲，我逐工会啉食你赏赐互我。出埃及的时阵，以色列人无通好食，也无饼通好食，也是讲因无水通好啉，因就真大声态度真歹来埋怨摩西，来埋怨上帝。见到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救恩，就是要来食，要来啉。为什么是安尼？基督徒这个信仰甲食啉有关系。咱倒转上头去想，上帝创造爱甸园了后，伊佫创造亚当甲夏娃来管理爱甸园。然后上帝甲因讲，这个园内所有的物件，恁拢会通食，只有一项。所以，上帝赏赐人啉食，赏赐人基本的需要，这是伊甲咱三角见面，互咱将足基本的一个恩典。耶稣基督用神农来做譬如，讲伊的降世神农来的时阵，咱知影你去参加婚礼你的心情到底是安怎吼？所以意思就是讲，当咱甲主见面的时阵，就是亲像见着神农共款。咱迎接上帝的时阵，咱就是要甲神农做伙，迄种欢喜的心情，伫遐甲神农神牛伫遐那食喜宴，来甲主三个见面。那安尼倒转来，伫今仔日个马可福音的经文内底咧讲的。安尼什么时阵是要禁食？其实伫短18节到22节的中间，耶稣已经有甲咱讲，根据圣经的教导，
伫对旧约开始，咱拢知影对摩西的即个律法的规定中间，禁食会通讲是伫人咧表示迄个悔改、伤心，特别是迄个失去亲人的时阵的一种表现。咱伫圣经中间会当看，亲像大卫失去个囝的时阵，伊就三悔夫，伊就禁食。咱也看到尼尼微城全城的人对王到人民，对人到精神，因拢三悔夫穿满衫，禁食、祈祷来悔改，因仰望上帝的怜悯因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咧讲的。第20节伊安尼讲，若是时日要到，神囝婿要对因中间无去，迄日因就要禁食。时间当离开，耶稣基督离开咱的时间一到，咱就要来哀伤，就要来痛苦，就要来禁食，就是这个时间。当咱离开上帝，上帝对咱黄面，就是咱应该爱痛悔、来悔改、禁食的时阵。其实禁食毋是一种的礼仪尔定，毋是一种的外表的行为，毋是一种安尼假模假样的行动。或者是一种故意互人看见的生活，禁食是应该出自内心一种回转向上帝的使命。甲主同在的时阵，咱应该安怎？其实甲主同在的时阵，咱着爱亲像见着神拢共款，爱欢喜，爱快乐，爱食个啉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10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9节到23节。出埃及记24章12到18节，马可福音第2章18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主同在。在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的经文里面，基本上是法利赛人他们跟约翰的学生在禁食，然后他们在抱怨耶稣的学生没有禁食。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谈到的新郎，那为什么禁食跟耶稣基督说的新郎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用做这个比喻呢？新郎在这里是比喻耶稣基督本身，或是说上帝。前天我们也提到了用出埃及记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了这个摩西跟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领袖呢，他们战战兢兢的上了上帝的山，就是西乃山，去见上帝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并没有生气哦，上帝不但没有生气，而且没有伤害他们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在那里跟上帝又吃又喝。这正是耶稣基督以新郎来比喻他的降临，又吃又喝，而不是这种很假仙的这种禁食的模样。因为这个禁食其实已经早就变成以色列民族的一种文化，而不是一种信仰。那我们要思考的是，为什么与上帝同在的时候是为什么要吃？为什么不禁食？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跟答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见到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又吃又喝，因为上帝就是赏赐那个日用饮食的上帝。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这个主导文里面呢，
他这样子教导说要感谢，要祷告，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。那我们看到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食物、没有肉、没有饼都可以吃，甚至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，他们大声的埋怨上帝，埋怨摩西。见到了上帝却没有东西可以吃哈。见到了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救恩，就是要吃要喝，这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哈。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圣经的例子，比如说创造的时候，上帝创造的伊甸园，又创造了亚当以及夏娃，让他们去管理伊甸园。那个时候上帝就赐给他们有权利吃园中所有的植物，当然只有一个东西不能吃了哈。耶稣基督以新郎来比喻他自己的降世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见到主迎接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像是在期待赴一个婚宴，或者说等待迎接新郎一样的高兴，与主同在的时候呢，要非常高兴的心情来吃这样的一个喜宴，因为这是与主见面的一个场景。那这个是又吃又喝了哈。那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，那到底什么时候要禁食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从旧约开始，摩西的一切规范，禁食其实是在表达一个人的悔罪的心，一个伤心的情绪，或是说他失去亲人的时候的一种表现。如同大卫他失去了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他就是撒灰，他就禁食。我们也从约拿书看到尼尼微城的全城，从王到庶民，从人到牲畜，都撒灰披麻，然后禁食祷告，他们期待上帝可以赦免他们。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在说的今天的经文里面20节，他说：可是日子将到，新郎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，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。当基督离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哀伤，要痛哭，要禁食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了。当我们离开上帝，上帝对我们掩面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人类应该痛哭，应该要悔罪，应该要禁食的时候，来表达我们那种悔罪的心哈。禁食其实绝非是一个礼仪，禁食也绝非是一个外表的行为。禁食也不是一个装模作样的行动，或是一个故意要让人家看见的生活。禁食是应当是出于内心回转向上帝的一个生命。与主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如何？其实就是要欢欣快乐，又吃又喝。